继续关心，北京第昨昏宣布，因为中国采取关税报复的行动，所以即阵阁要针对中国的商品进口关税阁有关，阁要抬起哩，上悬要扣245%关税。中国外交部是呼吁美国要停止这款施压暴力性的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来西亚访问的时，伊嘛发出，伊讲伊要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要来对抗美国南山欧北扣关税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东南亚访问行程第二站到马来西亚查达分别起，最高元首伊普拉辛加首相安华，习近平发声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同发展，呼吁用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抵制脱钩断链，商业高墙也个难扣关税，共同抵御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突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保护好亚洲家园的美好发展前景。美中关税战争渐渐升级，美国白宫在台湾时间10日上新声明指出，面对中国关税报复行动，会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为145%，相关提悬到245%。佢表示，这么球在中国手头，面对关税协商，应该由中国主动向美国协商。They need our money. So the president, again,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s open to a deal with China, but China needs to make a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华尔街日报分析，川普政府计划利用关税谈判向美国报销优化施压，要求因限制甲中国的贸易来往，逼这国家伫经济孤立中国，来换取美国政府取消对因施加的贸易甲关税壁垒。川普政府认为，这种方式影响着北京伫未来美中谈判时阵的条件。中国外交部昨日强调，这场关税战争是美方发起，中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真的想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该停止极限施压那一套。中国15下令中国航空公司暂停接收美国的波音飞机，也停止向美国企业采买政府飞行机相关设备甲零件。波音公司估计安尼落波超过2%。美国也将限制飞达甲超肥的出口晶片到中国，和这两间公司的估计连续2次淡薄。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昨日在演讲当中警告，川普最近推动的关税政策可能推升通膨，拖累经济成长。和联准会伫维持高利率来稳定物价，或者是降低利率来刺激成长甲就业的相同政策目标之间面临艰难的选择。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